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我是顾家，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今日有什么重要消息？透过整理报道，做伙了解。随着选战的时间愈来愈接近，每一位候选人拢加紧脚步，希望争取选民的认同。这届竞选连任的立委陈廷辉7号下午伫安南区举办伊甲总统蔡英文的联合竞选总部成立，现场也来了侪支持者为陈廷辉加油打气。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交通部长林佳龙、嘉南市长林佑昌、议长郭信良也拢到场为陈廷辉徛台，并由着前行政院长尤锡坤为伊挂上竞选的彩带。陈廷辉也强调，一路来伊拢非常认真服务，也希望选民各予一届机会，继续为台南拍拼。廷辉为着这块土地，为着咱家己地方，我争取超过545亿，包括提水无省，包括所谓高娘改建，包括咱的外环灯，包括咱所有学校体育的设施。超过545亿，包括国家图书馆南部分馆、中央研究院南部院区，这拢是伫咧欢迎廷辉一直打拼，一直争取伫教育文化委员会。这就是咱要互咱的教育，要互咱的文化，要互咱的科技的研究更较好。所以廷辉伫这10几冬来立委，绝对是交出一张上水的成绩单。所以拜托咱的乡亲时代，拜托，伫咱1月11，做廷辉的脚甲手，拜托大家继续陪廷辉，继续拼，继续追求，继续努力，继续告命，大家讲好吗？好吗？追票、扭票、告命，一定要互咱每一张选票都是票票入柜。拜托大家，我相信你永远是廷辉上好的瓦特。会中总统蔡英文也亲自到现场为陈廷辉徛台，总统也肯定陈廷辉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立委，并呼吁选民爱予伊连任成功，并摕下全国上高票当选。这届陈廷辉要选连任，陈廷辉做立委做差不多10年外，这10年外来，伊做足多代志。伊是咱立法院内底，咱上认真、实力最强，嘛成绩上多的3多立委啊！大家讲是啊，是。陈廷辉足认真的，这10几年来，伊咧咱的立法院推送的法案有100外的这个法案，有拼经济的法案，嘛有顾民生的法案，嘛有照顾学生。嘛有保护咱的医事人员的法案，啊，咱在地方上，咱的陈廷辉嘛，甲咱足照顾的。咱地方咱的防洪治水，互咱袂淹水，啊，咱的交通的建设，咱的环境的改善，啊，个文化的发展，伊一项拢替咱想，互咱的地方较方便，互咱的地方受到照顾，所以。这届咱现场咱所有的乡亲时代，咱有一个决心无？互咱陈廷辉这届高票当选好无？最高票当选好无？有信心无？大家拢答应伊安尼，陈廷辉一定要高票连任，安尼好无？总统蔡英文也向民众发声，除了陈廷辉爱连任，伊嘛爱连任，搁做4年，并且国会爱过半，才会使好好做代志，继续推动重大的政策。台新闻广播采访报道。国民党参选台南市第一选举区的立委候选人蔡耀辉，日前伫议会中质询，就批评执政党用剪接影片，甲伊抹红甲抹黑，现在竟然阁被执政党的对手。透过网络散播不实的谣言，上午特别召开记者会，限定对手1天内爱出面澄清，然而将案件控告。北有杨惠祖，南有赖慧，同款道理。前礼拜六，既然阮在文宣品中途炸落来，
根本检察官个无侦办，因为已经检举过啊。根本个无扣押证物，伊嘛网络甲模仿、模黑讲我证物被扣押，讲我检察官甲我函送法办，我感觉不需要那了哈。今天以前，他如果不公开声明模仿抹黑我，我一定要按铃申告控告，外加1000万的民事赔偿哦。同款受害还有立委候选人蔡淑惠，因为家己 po 的一张相片，竟然被对手的网军摕来做文章，批评根本就是做贼的画俩贼。他们的断章取义之法，真的非常的厉害。那我们可以看到，最近杨惠如这个案子吵得沸沸扬扬，民进党的相关人员一直在撇清这样的一个状况，得了便宜又卖乖。所以，我们反观美国这样的一个民主国家的选举，都可能被侧翼的网军引导了，何况是我们台湾这样的一个民主的一个选举里面，我想网军的带风向球，真的是会非常严重的影响选情。国民党立委候选人当时嘛以顶届美国的总统大选，就硬去予侧翼的网军来影响民调，因此呼吁少年的选民目睭一定要闭好紧，做好判断网络的消息到底是真也是假。同时嘛呼吁执政党唔通阁派网军来乱。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每一天车流量真大的林安桥，伫1802年经过检测，已经发现有钢筋外漏，冒量有跌损的危险。虽然1803年已经紧急修复，而且逐档拢以高标准检测，不过长远来看，也是需要改进。上午立委林俊宪以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委员的身份，特别邀请部长林佳龙亲自南下了解。会中市长嘛高调积极争取经费，表达地方有迫切改进的需求。上在桥梁检修已经发现，它再不改建就会产生危险性。第二，它咱看的这个所在这个其实在桥梁改建已经有提出警讯。光光的桥梁以外，它还希望可以行船。咱知影即摆林安桥它根本就贴着水面它也没办法。说让船可以在那桥下通行，所以在这个桥要改建大概市府啦还有地方都有很长时间，希望能够一起来推动所以一直历任，包括过去赖前市长、李前市长，到我现在卸任台南市长，都会碰到一些工程上的瓶颈，也就是说面临交通跟经费，所以事情就耽搁下来。那现在碰到交通部林部长愿意这个撒下及时雨拨下救急钱，能够总共有3.65亿，我们台南市大概这个规划费出了1200万，那接下来中央可能会负担大多数的这个改建经费，那这样子能够解燃眉之急，而且既然桥要改建，就要兼具这个交通防洪跟景观的效果。交通部长林佳龙因为接了一个台南竞赛身份，所以对台南嘛特别亲切有感情。会中伫听出干务局长简报以后，针对兼顾交通、水利甲观光功能的林安桥改建所需要的3亿6000多万，相当阿萨利答应专业补助。事实上，我们交通部包括我们的铁道局等等，都去重新检讨很多审查要点，不要1块给3毛。我们该做的，甚至就是说更多的经费也应该来做。所以在这个我们的规定的修改之下，这是可以说是第1条了危险桥梁3.65亿，就由我们交通部公路总局用省道改善计划的预算，我们全额来呢负担。特伫中央甲地方合作，阁是大选的敏感时刻，部长不止落来助选，也送出建设红包。不过，毕竟建设无分哪力，会当解决市政当年的痛，才是要紧。台湾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虽然进前议员林义莹伫个议会总质询，就要求市府教育局针对志工入校授课的问题，爱特别注意。
上午伫家长的陪同，在厝召开记者会，并且提出影片来质疑台南市某一间国小伫晨光的时间，志工团体伫学校播送基督教的相关影片内容。家长认为，虽然因毋是教徒，不过对着学校伫晨光时间来播送宗教的影片，认为无法度接受，因此向议员来申请。我发现，当我们在社会上，就是脸书讯息，大家都在传说要拒绝宗教入校，要谨守教育基本法第6条，那我才开始觉得，学校怎么可以对这种违法的事情毫无作为？而且我已经曾经跟学校说过，请学校说去严查他们入校教的那些教材。可是呢，我面对学校提供的回应，也就是说，没有，就是一路否认到底，所以才让我觉得非常的生气。怎么可以对这种明目张胆违法的行为视而不见？所以今天我才想要在这里站出来，所以请教育局要好好的正视这个问题。议员林义莹甲杨爱达理嘛认为，虽然宪法有保障人民宗教信仰的自由，不过根据教育基本法，宗教是不能进入校园来宣传。不管是从你们提供的资料，或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影片，这个掌握度，我们教育局真的是非常的不足啊。那一直到我发公文跟你们要资料，才开始来进行全市国中小的普查。那虽然说教育局长在巡打的时候也跟我说他会负责，那今天他可能有其他公务在身没有办法到也没关系。那这些志工团体教授不适当的状况一直在发生，教育局到底有没有在状况内？我们当然尊重所有的宗教，可是不能说就放任任何一个宗教，我强调是任何一个宗教，用各种的方式来直接的进到教育里面去。来直接造成说，你可能就直接有一个我们怎么讲，就是一个刻板的、既定的，甚至是排除的。然后在小孩子没有选择权的状况之下，在他可能还没有辩驳、没有办法去思考的状况之下，就强迫的灌输这样的想法。其实这样对我们一直讲的教育中立也好，或是对于小孩子的开放性发展来讲，其实都有很大的影响。对此，市府教育局专门委员林古达嘛回应。该校这种的做法，确实违反教育基本法。未来除了加强志工团体授课内容的审核，伫晨光的时间，嘛将要求导师一定要伫教室来陪伴。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你们知道怎么防治人口贩运吗？首先，我来告诉大家什么是人口贩运。有要出国旅行的以及外来人口，要加强对自身权益的认识。发现可疑的地方要检举通报，移民署跟司法警察会持续巡逻查缉，民众可以跟他们举报。抓到你们了！我们跟全世界的正义伙伴都会不断努力，粉碎人口贩运集团的恶行。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前面人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伫
伫市中心的台湾首枚天坛嘛是长期关心社会局势。对民国91年开始，每一档都会固定发放慰问金，互弱势民众会当了解社会温暖，同时感受到过节气氛。今年9号上午举办慰问金发放，这摆每一个民众发放6000块，总共发出671位，高达400万的金额。其中黄伟哲嘛到场参与，感谢天坛爱心。今天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能够来到天坛，来见证，也来参与天坛的一个岁末寒冬的一个社会福利福利金的发放，总共发放了402万6千元，有671位受惠。这个数字对台南来讲是一个真大的数字，嘛对社会福利来讲是真大笔的一笔这个金额。由此可见。事实上，天坛从事社会福利从来不落人后，而且是引导潮流，引起这个带头的作用。我们觉得，其实从年初、年中、年尾天坛都一直，不管是奖学金，不管是社会福利金，事实上对台南来讲都是一大福音，也对许多社会弱势的人来讲也是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代表台南市政府，也要代表台南市民，来表示对天坛的感恩感谢，谢谢他们能够秉持宗教为善的精神，能够对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今日台湾首庙天坛受到信众的爱戴，信众在地先生捐献一寡钱，奉献一寡因的米，也是啥物一寡的物件所以咱今日天公庙，我特别来办一个急难救助，来帮助伊岁末天寒的时阵来帮忙一寡需要的人。我感觉这个是讲取之于社会，用之于大众。我感觉这个是阮台湾首庙应该爱安尼做的，非常欢喜，会当以后会当看会当较侪人会当来牺牲奉献，阮来做一寡更有意义的活动。会中内政部长徐国勇嘛亲自到场参与，部长嘛趁机会宣传政绩，表示对长辈照顾，中央政府嘛有持续便利预算，比过去马政府时期加足侪。咱的蔡英文总统这几年对咱所有的这好朋友拢非常的关怀，所以你看卖讲伊咧租金补贴，咱弱势团体，咱经济有较歹淡薄的这个咱政府拢咧租金的补贴等拢做较够。个大家看到讲真侪即个长照咱乌里送、乌巴送这讲咱人啊食老加减拢有一寡问题，爱加减社会甲咱斗照顾。咱的总统安尼为即个老人的福利顶界一年变500亿，总统这3年即摆已经变到400亿啦。伊后摆佫加变到600亿，以前咱一年50亿尔啦，咱马总统就一年50亿，咱即摆蔡总统一定变到400亿，后摆到600亿，要照顾咱所有的乌里送、乌巴送，互咱长照，咱的长期照顾长期的照顾做甲更较好。会当看到每一位收到慰问金的民众，拢到玉皇大帝面前拜拜感谢。立法嘛希望透过这款斗力公益事业，互社会上会当有更较侪单位参与响应，达到抛砖引玉效果，嘛互整个社会更充满爱心。等新闻古不易采访报道。7号上午虽然天气非常的寒，但是伫北门离中港临安宫的民众拢感觉非常的温暖。因为好用都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这8年来拢会伫遮举办冬令救济的活动，发放慰问金予北门、客家、将军的弱势民众。这届总共发放2300万人，高达525万。这次冬令救助2371个525万，这是阮每年12月初绝对爱来寒冷的时阵来发放这个救助金。社会是温暖的，咱企业处处社会营造社会，互这个老人需要加一份的爱心，互伊这个寒人更加会当温暖，会当来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这个工作我哋继续希望
社会企业继续来支持来遮爱护遮的老人我是抛砖引玉每年再度的呼吁大家多帮忙一些比较需要我们照料的老人让他们每年安心过冬。基金会传承了胡玉丽先生甲伊的后生胡永拄先生的精神，持续来回馈台南的乡亲。其中直接发放现金给民众，就是希望民众会使将钱用伫家己需要的所在，这也让民众非常的感谢。真的很感谢贵董事长的义举，因为政府对中低收入户其实并不是很优待。你知道，身为中低收入户，我们有时候顶多1年只能领到1次甚至2次的米，请问1包米我们可以吃多久啊？可是这2000块我们却可以买很多包米，我们可以吃好多个月，甚至有些家里面很穷的时候，是连婴儿奶粉都不足的情况下，这些其实不是大人要吃，是要拿去买给小朋友的婴儿奶粉。有时候真的是你要给我们东西，真的是我们要用在刀口上啦。或许有些人他并不是真的需要这笔钱，可是你只要一个需要这笔钱，你们这笔钱就是有意义的。虽然每一年拢会持续帮助遮的弱势民众，但是基金会强调，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也是足侪，因只是抛砖引玉，希望汇集更较侪力量，共同来回馈社会。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现在台湾的人口当中，已经有愈来愈侪的新住民。根据统计，现在已经有超过65万人的新住民。为了让因伫台湾也会使感受到故乡的感觉，并提早过一个圣诞节。统一企业故乡新慈善事业基金会特别举办了故乡新台湾情的新住民联欢活动，现场邀请统一企业的欧朋小将甲小朋友共同跳舞同乐，现场笑声不断。这是我们统一企业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第一次办理的新住民的圣诞 Party 的活动。那这次的活动呢，总共主要参与的对象包含来自我们中国大陆、我们越南、泰国、印尼、菲律宾、柬埔寨以及美国这些的国家地区的一个新住民的小朋友跟他的父母亲。那这样的活动呢，我们的起心动念是因为我们从我们内政部的一个资料里面呢，我们在今年的10月份的时候，我们发觉台湾的新住民的人口数已经超过了65万人。换句话讲，它的占比已经占了台湾人口数超过3%。那如果说将这个新住民的人口数把它乘上它的配偶还有他的子女等等呢，我想他人数应该会超过200万，所以这个在台湾来讲的话，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未来很重要的人口。那我希望说，我们透过我们慈善福利基金会的一些活动我想能够让这些新住民的好朋友，大家能够共同来参与，然后透过我们所设计的吃的、喝的、玩的，还有体验式的活动呢，能够带给大家一个欢乐的圣诞节。那这样的欢乐也是我们台湾的一个社会和谐稳定的来源之一。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抛砖引玉的做法，能够让社会更有心的人，能够大家来共襄盛举。这届活动当中，除了统一相关的企业共同参与以外，也有邀请其他的医业单位，亲像齿科医生、美发业者共同提供服务。同时，主办单位也安排了传统服装的体验，除了让现场充满故乡的感觉，也让其他的民众会使更加了解新住民各国的文化传统。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为了了解区内公园的生态状况，北区区公所特别委托荒野保护协会的台南分会，伫区内的公园做调查。经过协会的调查，因为北区的公园大部分拢是邻里公园，所以生态度拢毋是真悬。对此，区公所明年开始也要甲协会合作，推出一系列的生态保护课程甲活动，共同为生态做出努力。咱看到讲，咱都市寸土寸金，有公园就是为咱会使有接触到大自然的所在。所以讲，咱毋茫讲，咱透过咱北区这邻里公园48地这个铺查了咱来做一个改善，互咱会当正式认识到讲，咱交环境要安怎共同伫个这个遮生活，互咱有真侪生物嘛，使交咱做伙伫个遮快乐的过生活那所以讲。嘛，毋茫讲，咱未来明年开始咱会开始来办理着一寡生态教育的课程，邀请咱在地咱所有市民对即件公园生态有兴趣的拢会使做伙来参与。
透过这个参与，互咱的环境会使搁适合一寡生物，交咱的人共同伫遮生存。协会8号上午也伫北区成功里的好安公园举办“你的公园，我的厝”的公园生态化活动，邀请家长甲小朋友共同打造生态化的公园，作为公园生态化的示范区。同时，协会也建议区公所会使将对区内的公园做出分区的管理。我们在此是比较建议说，公所未来在公园部分能够分区管理，把这些公园能够按照它是属于休闲型的或是生态型的，类似这样去做分区的管理。那整个公园里面也可以分小区去做一个管控，这样。那未来的话，我们是希望说，公所能够在挑选针对一些公园里面的树，能够找一些比较具代表性的。那让它可以避免修剪，然后减少人为的干扰，然后让树能够自然的去成长，在没有危险干扰下那看看说这个树可以自然而然的生长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那我们同时也是希望说公园的生态多样性能够更好，那水泥可以减少那个水泥的铺面，让公园多一点绿地多一点树木。会使看到每一位小朋友拢非常的欢喜，对家长来讲，这也是一个真好的机会，让小朋友接触大自然，甚至也有家长特别对旅行走来参加这个活动。就是让小孩子接触大自然然后想说，现在都市丛林里面建筑物很多，然后如果有这样的公园的话，我觉得很棒。公所也表示，未来将会根据协会的建议，减少公园红明土的路面铺设，并增加绿地，同时串联其他公园，成为完整的生态廊道。打造适合生物甲民众拢会使舒适生活的生态社区。但新闻郭博仪采访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今日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我是顾文杰，咱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